关心一个正冤枉的意外，伫新北市三联堡一个骑奥多拜人为赛车会上煞，准备要转去，想要到沿路看到规涂骹拢是桥，伊随停车，想要去对向的车道到清调，想要到和一台驶正紧的轿车撞到，当时顺利警察车道经过，将人送去病院，不过医院急救嘛是无效。调查驾驶讲，因为当时真暗，加上视线死角，根本就无看到人。 半暝车路，骑士看到对向车道拢是红菜，随甲机车停伫分隔岛要落车清理。想要到后一秒，直接互一台驶甲真紧的轿车撞到，规个人喷飞到几啊公尺外，倒伫涂骹，当场无喘气。送病院抢救，要是不治。肇事驾驶坐伫边啊，要真惊讲。他就蹲在那边捡啊，没有注意。如果他摩托车转过来捡的话，摩托车有灯，我就会看到。 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的集贤路和志英路口，规涂骹红菜和碎片。原来就是因为当时要去果菜市场送货，货车无细意甲菜落伫路中，拄送货送了要转去，姓雷骑士原本想要倒清，煞互后壁的车辆弄着。 实际来到事发现场，就会发现这车流量真大，车速嘛真紧。附近的店家嘛讲，暗时视线确实无好。厂的那个送货员当场生命就没了，所以那台车子已经送上去安全岛。说这里的路灯哈，尤其到冬天你飘雨的话，这路灯都很暗，根本你视线很模糊。 一透早，警方嘛到现场勘查，经过调查，肇事驾驶无酒驾，当时拄对赛车下班要转去，可能是因为有视线死角，才无细意弄死人，互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。想要到骑士只是要倒扣红菜，就因为安尼互弄死，嘛互人真歹相信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